哎，食饭啊！你看，起来食饭啊！哎，莫去困啊！哎，我刚刚要食你呢。你哦，好啦，紧起来食饭，莫囡仔醒。好。你先食菜，我再饭。好食无？好食好食。那安尼，我敢有够加做恁二家新妇？当然嘛有够价。我想要爱的家，就是即马安尼。我真正感觉足幸福的。啊，咱的婚事，你到底要拖到什么时阵？因为即阵啊，阮想的代志若有甲厝内底袂输甲咱做唔太。我是惊我即个时阵若是提起，会扫着风来尾啊。若照你安尼讲起来，恁倒送甲卡送遮尔注重门当户对，万一若是知影我真正身份，一定反对咱两个结婚。美雪，你放心，不管拄着任何困难，拢无法度改变我的决心。我一世人，就讲要娶你一个尔。是你讲的哦。好啦，紧食饭啊，菜拢要入去。好。我去你嘴甲夹胃用关的哦。哦，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少爷，你今仔日较早转来？三福炭坑爆炸，就是林文琪迄个砖头的炭坑。啊是安怎？三福炭坑爆炸，死20几个炭工仔。敢讲林文琪因兜的人嘛？毋但因兜的人，连伊家己嘛死伫内底。啊，伊是咧读册的人，哪会落去炭坑呕吐炭啦？毋知，毋过报纸有写伊的名，应该是无毋对。是讲，即件代志，较头后秀敏知影。遮尔严重的代志，还是叫好仔去探听详细再搁讲啦。哎，你要去倒？哎，汤姆，你要创啥啦？来啦！汤姆，新买的手面就知影啦。新买啦。秀敏啊，拢看几啦？我有话要甲你讲。除非你互我甲文琪结婚，啊无我甲你无话通讲啦。你甲林文琪吼，一世人无可能啊啦！你家己看啊！小敏啊，小敏，你有安怎无？起来开门啦！小敏啊！哎，小敏啊，你有安怎无？啊？林文琪已经死啊！你搁坚持嘛无路用啊！有可能，你要创啊？你要创啥？报纸写得遐尼清楚，遮大条的代志，敢会黑白乱编上？我唔相信，我要来找伊。你甲我讲的，我要来找伊。你有秀敏去啊！我怎互伊了解一个状况嘛好？莫安尼啦，你莫安尼啦。你甲我踮咧房间咧慢慢咧想一下，等你想好，我再放你出去。行啦，行啦，拢甲出去，拢甲出去。好啦，来，拜托，你等我上去开门，让我出去。你让我出去，你让我出去好不好？我求你啦，你让我出去啦，多少？多少？你现在要对秀敏这样残忍？你明知影你安尼做，伊会真艰苦，你搁要安尼甲刺客？迄烂肉，就是爱一刀挂有千支空喙才会好啦。
你阁继续安尼去隐瞒，秀敏就继续在面茫嘛。你来知影咧，迄巴肚是一工一工大咧，代志无赶紧解决哦，秀敏一世人就去了了啊！你倒去山顶一抓，伊自然就死心啊！是去要创啥的啦？迄4年的迄家口，甲秀敏无关系啦。因兜4人，甲秀敏啥物地带？啊，伊甲林文琪拢做伙这尔久啊，你想要嘛会去甲念友靠靠的啊？是要靠车下啦？敢都要穿满大下，啊送上山头，山到到踮山顶生一个好尾仔囝，啊一世人都要做寡妇。倒啥？这拢是你家己想的。咱这人总是爱知影一个人情义理，敢毋是？你甲我点去！你即摆是讲我无情无义哦？秀敏的代志我家己会安算，你家己管好就好了。好啊啦，你两个别个咩个玩啊？我哋有啉茶。我都无。嘿，拄则还有听到秀敏那伫吼，啊是摆来点点都无声。啊，秀敏啊，秀敏啊！叫你好大，好来，人经你留来。你，是你？啊，无你叫是啥？你迄边话迄个潘啊？毋是啦，你安尼无停无停走来，万一叫拄着要安怎？我是有代志想要甲你讲啦。李明华，伊要娶我做某。讲要娶你的客兄，无一搭嘛有10个啦。倒一个真正娶你啊？这边是真的。明华一定带我去过因兜见过伊的爸母啊，因嘛拢真喜欢我。因敢知影你的身份？明华有替我暗砍，讲我伫无伊的公司食头路。不过8年前你就献互我，但是为着要得到你，我嘛是付出相当的代价。唉，你当初所受的伤，即马若是拄着歹天，也是会抽疼。是的啦，马莎，我知影当初你是为着要替我赎身才去抢交警，又搁反背家己的兄弟，去用台一岛，才互逼甲爱带我离开故乡。这几年来，我一直咧做酒路趁钱，互你亲兄弟开交警，你的场面愈做愈大，我嘛一直咧等你甲我结婚。可是你家己一直咧应承，李明华是真心爱我，伊是我上好的机会，所以我一定要好好把握。伊是真心爱你，啊你咧？你敢有爱伊？伊真心真意对待我，我哪有可能无感动啦？马莎，你对我的温情，我这世人拢唔敢放袂记你。讲啥物咧？等我娶你？其实你根本都无爱我，对无？其实你留伫我身躯边，保我的身份大过爱我，对无？强办的果子袂甜，终究会永远袂圆。既然你无爱我，那安尼我留你人伫我身躯边，嘛无任何的意义。好，你给我30万，咱两个人以后都餐无够，水无流。我袂阁对你孤孤伫，嘛袂对你造成任何困扰。30万这么多钱，我要哪摕得出来？去甲李明华讨啊！因兜是开船公司的，30万对因来讲是难产的啦。伊若是真心爱你，自然有办法家己摕出来。